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今天师父讲个公案来给各位大家分享。回首的阿弥陀佛像以前一个永观法师，他是禅林寺第7任的住持。在他50岁那一年呢，有一天永观法师如常地在佛堂做早课，一面念经持钵粥三面，一面绕着佛像而行啊。就在他的心入禅定的时候呢，他竟然看到阿弥陀佛从佛龛上走下来，与他并肩而行，一起念佛。永观法师望着眼前这一幕啊，惊讶地停留在原地。正在踌躇观望的时候，走在前方的阿弥陀佛就回头说道：“永观啊，太慢了啦！”当永观法师回过神来，发现阿弥陀佛已经回到坛上了，但佛的话语却言犹在耳啊。永观法师自幼就出家，一心修行自身，相信虔诚念佛可以离苦得乐，所以18岁起就每一天念佛1万遍，从来不间断。在接下禅林寺住持这个职务之后，因为这一次跟阿弥陀佛的相遇啊，他忽然间顿悟了，阿弥陀佛的回首意味着一种无尽的慈悲心。他与世间人同行，在有人脱队了，或者是迟疑了，有人迷惑了的时候，他回过头来加以提醒我们大家，带领众生在正道上前进，并且在自己修行成佛的同时，他也挂念着在苦苦挣扎的无量众生，他以度众生出离苦海为他伟大的宏愿。之后，永观法师在寺中设立了药王院来救治病人，从此一心不二，致力于济世弘法的工作，一直到80岁，他圆寂了。禅林寺从此成为人人称赞的永观堂。他为了感恩阿弥陀佛，以表示不忘佛的教诲，请工匠师创作了这一尊回首的阿弥陀佛立像。阿弥陀佛留下的信息传给后代十方一切苦海众生。临济中有一位隐元大和尚到了永观堂去参访，看到了这一尊回首的阿弥陀佛立像，他就做了一首诗：父母皆为儿女痴啊，如来度世亦如斯，众生一切多忘返呐，转的头来是几时啊？这句话简单用白话文来说，天下的父母都为自己儿女操心啊，为他规划呀。儿女的快乐是父母的快乐，如果儿女不成才或者遭遇不幸，父母也担忧受怕。父母都为儿女没有条件的付出关心疼爱，如来度世亦如是啊。阿弥陀佛要度化世间的一切众生，也是如此的。很多众生固执、倔强、顽劣、傲慢，一旦贪求外在，堕落在苦海里面，都忘返了如来时时刻刻在惦记着我们，念念不忘，想念着大家。众生转的头来是几时啊？你要回过头来，弃恶向善，一心念佛，然后求往西方。要等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啊？天下父母总是为儿女做牛做马，甘愿吃尽一切苦头。佛是一切众生，也如同自己的儿女一样，想帮助大家脱离轮回，免于苦难啊。然而我们众生习气很重，贪嗔痴啊，总是在凡尘中浮浮沉沉，流连忘返啊，不知道何时才会醒过来啊。所以隐元禅师看了阿弥陀佛的回首像以后啊，很感慨，说出他内心的感受。佛等待众生醒来啊，正如同父母等待游子归来一样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够盼望到啊。各位，阿弥陀佛分分秒秒念念不忘，他要让我们众生赶紧来念佛。为什么？
众生习气太重了，对外在的欲望贪求太强烈了，你要回头很难。你没有记住一切的功德，你怎么能感召到西方那种最亲近、最就近、最圆满的地方呢？所以阿弥陀佛已经帮一切众生都修行好了，功德的齐全了，所有都浓缩集中在名号里面。只要你念佛，阿弥陀佛没有任何附带的要求，就是要救度你。所以我们不能让阿弥陀佛失望。不管你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人，坏事都干尽的人，是一个忤逆不赦的大恶人，佛也永远不舍弃你。只要你回过头来好好的称念名号，我仍然一样的救度你。所以我们太感恩阿弥陀佛，他随时都在我们旁边。所以佛陀在哪里呀？佛陀在名号里，众生称念佛就救你。众生不需要怀疑，因为这是佛对众生的承诺，所以我们要谨记在心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